新上任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話，會勸喻行政長官梁振英盡快交代寓所僭建事件。但係佢認為梁振英只係疏忽，並非誠信有問題。梁卓琪報導。林鄭月娥出席電台節目時話，梁振英處理大宅嘅僭建風波做得唔夠好，可能同梁振英同後任特首辦壓力大有關。作為政務司司長，佢會咁樣勸諫對方。俾佢一個好嘅意見，點樣去處理一個我都覺得係如果處理得唔好咧，係會一個管治上困難重重嘅問題。咁所以我今日嘅立場咧，我係會鼓勵支持甚至係勸喻咧特首梁先生咧應該盡快交代。林鄭月娥話：接受任命前已經考慮過僭建風波嘅事，認為梁振英只係疏忽。我係相信梁先生咧誠信上係冇問題嘅。去加入一個問責團隊，喺未來5年面對咁艱難嘅工作嚇，由差唔多第一日開始啦，唔好話蜜月期，即係連一個唞氣嘅期都冇，就唔係一個容易嘅個人決定。即係如果我對於梁生有呢一種嘅質疑呢，我就會認真重新要考慮。對於外間近來不斷質疑中聯辦治港，林鄭月娥承認過往有個別事件引起猜測。佢重申首要工作係維護香港嘅核心價值。或許有陣時有啲個別嘅事件呢，俾到有啲市民，特別係傳媒嘅朋友呢，覺得係咪有一啲佢哋好重視嘅核心嘅價值呢，係有所動搖。但係我覺得咧，呢啲當每一次出現有啲咁稍為即係猜測或者疑慮嘅時候呢，行政當局即係特區嘅政府呢，係需要勇於去解釋溝通，希望可以早日釋除咗呢啲疑慮。林鄭月娥又話：上屆政府推出10大基建，部分市民未能夠切實感受到成果。新政府會推出民生項目，例如增建天橋連接港鐵站、製造當區就業等，俾市民受惠。林鄭月娥話：新班子落區係會持之以恆咁做，但係亦都為佢哋落區唔預先公開係鋪路㗎。佢話：若果每次落區都有衝突嘅話，除咗浪費警力維持治安之外，亦都擔心會嚇怕市民唔敢嚟俾意見。立法會電視記者梁卓琪報導。